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高雄盐埕区成啊中城大楼，今仔透早3点火烧厝，目前救出50个人送病院，有20来个人已经无性命现象。今仔国内无增加本土病例，无人死亡，有8个境外病例。台北花博医疗注射站动线乱糟糟，民众真怨叹。气象局继续发布大水豪特报，因为南方云系往北，花莲县、台东县、宜兰、屏东拢会落大水豪。新闻开始来关心高雄盐埕区已经40栋历史的城中城大楼，今仔透早3点火烧厝，7楼以上大约有120户，消防队出动上百人去抢救，目前是救出50个人送病院，其中有20来人已经无性命现象。火烧到半暝，火对半暝烧到透早7点才拍花。市长陈其迈甲内政部长徐国勇嘛拢有去现场关心。有民众是讲哦，因半暝有看到一对男女朋友的冤家，后来这查甫人甲分尸等伫涂骹，就传出爆炸的声。起火的原因搁会调查。喂，老姐妹，快一点哦！城中城。厝边紧张伫路边，一直花爱徛好，赶紧逃命。大火对大楼窜出，1楼已经是一片火海。高雄盐埕区的城中城大楼，14号半暝大约3点发生火灾。其中1楼顶仔卡藏物件的所在火势真猛，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79车、159人去抢救。火势一直到透早要8点才灭掉。我手机有通没有接啊？就这间房里啊，2个房客啊。我爸妈还在里面。啊？爸爸妈妈还没出来吗？还没出来。接到消息赶来的家属跪坐伫涂骹，已经逃出的徛号码着急伫大楼对面等待，因为还有亲人还未出来。城中城是大约40栋真旧的大商混合大楼，7楼以上有120户的徛号，消防搁伫陆续救人当中。那因为病患病情比较严重，意识比较不清楚哈，那个一氧化碳的浓度较高，我们是收交病房治疗。现在起火的原因是不能排除人为的因素了但是也有多位的民众，包括目击者指称是在1楼是起火点。市长陈其迈赶到现场勘查，表示无排除是人为放火。有消息传出，火灾进前有男女朋友伫大楼冤家等昏头。目前火调人员已经入到现场勘验，并找到目击者问话。警方嘛伫调附近的监视器，希望赶紧厘清火灾真正的原因。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这栋城中城大楼早期是一栋百货公司，阁有电影院，真热闹咯。也毋过最近10栋拢改做套房的细人，因为租金真俗，真侪落雪，也是一个人大老大人拢睡伫遮。虽然大楼是有拍算要镀金，也毋过因为产权真复杂，无遐尼简单哦。这嘛已经毋是遮头一届火烧厝咯。火势伫上午7点左右较拍花，因为大楼内面拢是杂物，动线真复杂，嘛增加救援的困难。火势烧了要5点钟才拍花，消防人员除了持续夜水，内部则是派人分组为7楼开始来找。有民众困7点钟到早时9点外，较侪分梯车出来。我是在楼上，烧起来就下面。所以你等到刚刚才出来，对不对？对啊，就刚好他们云梯车上来，我才去的。有些住户他可能门是关闭的，或者是锁住的情况，也会去做一些破坏，然后进去搜索。可能这个欧卡的人数还是会持续增加。这栋伫盐埕的城中城大楼，屋龄有40栋，早一年开过百货公司影城属于商办混合徛家。没落了后，7楼甲11楼是徛家，1楼卖二手电器。警方初步估计，总户数208户，有120户住伫内面。内面大部分拢是小套房，有的甚至是无水无电。不过因为租金俗，真侪弱势民众也是大人住伫内底。伊的产权无解清楚，爱足久啊，而且大部分拢是小套房。很久了，已经很久了。他这里是以前也烧过，现在这又再烧了。虽然这想要镀金，却因为产权无清，无法度进行。到目前为止，有过2届的火警。不过14号半暝这场大火，所有民众听到可能有情侣咧冤家了后，无偌久传出着爆炸的声音。三暝有火条啊，怎么？市府动员每一个局处全力来救人，警方嘛找来技术，伫第一时间发现火警的客停车司机，倒来火场来厘清着状况。目前嘛请着社福机关来协助安置着这个徛家。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各样报道。
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无新的本土病例，有8例境外病例，无人死亡。今日透早阁有827000剂 BNT 疫苗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我们的 COVID-19 的确定病例是0本土病例，另外是8个境外入的病例，还有0死亡的病例啊。早上有第8批的 BNT 疫苗82.7万啊，那抵台。那这是由台积电、鸿海暨友邻基金会跟慈济基金会共同捐赠 BNT 疫苗1500万剂，那目前已经到货了592万剂啊。那这一批疫苗的有效的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17号为止啊。昨天总共接种了249077剂的这个 COVID-19 的疫苗，所以目前的接种人口涵盖率是59.66%，那剂次人口比是80.09%。来看台北市昨开始哦，伫发布帮68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2剂莫德纳加 AZ 疫苗，也毋过因为场地规划了无介好，或真侪长辈是讲哦，因嫌休困的所在拢无，住煞爱搁发徛，或真侪民众是真怨叹哦。今仔早起又搁排队排甲落长，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嘛来会室内，赶紧增加上清长的椅仔，现场嘛加派卡手。下晡市政府嘛针对所内第12期的疫苗注射来做规划。实在很烂呐，这个叫柯批来看呐。一稳一个出来，人是排100-200公尺落长，安尼互民众排甲火气真大。台北市恢复经验馆伫个13开始做大型接种站，来替68岁以上的长者注第2剂莫德纳的疫苗，含50岁到64岁来注第2剂 AZ 的疫苗。不二个伫个第一天，各方批评讲，这个动线的规划实在真歹，而且佫无丰富的设备，有民众因摕安全帽甲雨伞，就惊讲排到一半，惊讲会落雨。不是排多久不排多久的问题啊，是这种打疫苗是这样子啊，欺负老人家。那上一次到诊所打都很好呢，我排很久啊，累死人了。他为什么不？你几点就几点，你就照那个时间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干嘛叫一大堆人混在一起？行动无方便的长者，佫批评讲，若要排队，就爱等候真久，实在是真无方便。佫较有人讲规气歪住啊，引起民怨。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一日到现场视察，就讲这个动线确实有问题，已经伫个现场的双边边啊排500只椅仔，佫加派150个局处的支援人员来咧引导。就做的话，我们内场时间到了就依序的进来，所以到目前为止，秩序方面就好很多。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长者可以比较心情能够比较平稳，然后比较轻松的心情，那么来接种疫苗这样。蔡炳坤表示讲，10时差不多有12000人来遮注射，无共的疫苗会甲这个场所甲区隔好势来甲做分流。也若刷落来第12期疫苗，伊所做会更较复杂。市府伫下晡开会讨论第12轮疫苗来注射，若是等人力开发出来了后，会和中央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前总统陈水扁的囝婿赵建明甲伊的爸爸，因为牵涉到台湾土地开发公司的内线交易，官司已经拍15档了。去年高等法院是判赵建明3年8个月，第二条是判4档哦。因搁上诉，也毋过最高法院驳回了，专案定验，爸仔囝2人最近哦就立假服刑了。这案件经过经5审，伫过程中，赵建明上当捌互判7档，第二条上当是捌判9档哦。也毋过经5审，依照诉审法来减刑。赵建明嘛坦承讲，伊有甲内线消息甲因爸爸讲，伊家己是无买股票，也毋过第二条买大凯股票赚3000多万，犯罪所得嘛都已经全部没收了。赵建明最后是互判3档8个月，第二条是判4档哦，最近就准备要互去抓去关了。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郑丽文第12第2法院批评苏贞昌哦，讲伊也是头一个投降的人，结果院长是呛伊讲未存任责任未见效，引起真侪争议。早起国民党的女性立委甲市员，阁有一寡团体哦，嘛到立法院要求苏贞昌爱回室内。国民党团嘛呛讲，明仔载议会会有行动。公然侮辱，立即道歉。
在立法院头前，妇女团体国民党女性立委和台北市议员共同来声援郑丽文，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国会内骂郑丽文讲未见效，要求苏贞昌都要公开来回释的。有议员更加送一支扫帚，我们必须要用扫把把他扫地出门。所以我今天送给这个立文委员，希望你带去议场。我们女生不是好欺负的，竟然用这种粗鄙不堪的言论为见小，来公开在国会殿堂侮辱我们一位女性的国会议员。我不需要苏贞昌道歉，但是台湾这个社会需要苏贞昌道歉。现在我们所有的女生来教一次苏贞昌，要勇于道歉。时间又等来到12，郑丽文咧质询苏贞昌，批评讲政府无够积极来买这款核子的动力舰。下第一个导航，刷电导红呛讲袂像恁遮尔啊未见效。有网友甲编出1988年520农民运动的影片，郑丽文苏当时还佫公开表示讲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对付国民党这个残暴无义的政权，有一天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面对国民党遮尔啊大动作咧抗议，13总统蔡英文嘛透过面册来声援苏贞昌，表示讲民主是欢迎无共的想法来讨论，绝对袂人点油做记号。民进党的立委嘛来挺苏贞昌。苏院长没有错，反而是郑丽文委员为什么会用投降这2个字来在议会的质询台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已经有失职了。面对南立的战火一个就会爆发，国民党是讲15烟火有真侪动作。民进党为着要来确保好这个仪式较顺利，13暗时9点，党团干部来排班守伫个议场的大门，强调讲都要事先来甲做敲测，并无来提悬这款对立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海的情势紧张，国防部提出12项提升整体战力的办法咯。部长邱国正今仔日立法院针对外国媒体佮中共传出解放军攻台的时间表，部长是表示，咱的国军未有时间表哦。另外，针对中国国台办讲共军演训是正义的行动，部长嘛强调讲，枪支甲炮弹无分失地，只要造成国家危害，国军就会行动。共军常态化侵扰咱国的防空识别区，组织几种的机种，用兵力强化战场的经营，对台湾的威胁增加。针对外国媒体甲中共，拢传出共军攻击台湾的时间表。国防部长邱国正14表示，国军原则上未做所谓的时间表。也若中国国台办讲共军演训针对台独分裂活动，甲外部势力的干涉，共军伫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是正义的举动，引起两岸的情势紧张。邱国正真强势回应讲，炮弹并无涉水，若造成国家的危害，国军一定会来保护。我们不会去分，他在对哪线？那话讲回来，如果说对哪一线，那我国军我就不管这一段吗？不会，我们是放眼整个台湾防卫作战，我们要维护着国家的安全。也若法国国防部正式捌派电子侦察舰最近经过台海，邱国正表示，未去讨论外国军舰的作为，不过国军前透早甲暗拢有专程掌握台湾周边的海峡、空域的动态。针对10月初，美国、英国、日本等6个国家伫南海展开联合军演，甲重点放伫咧水底的作战。各国展开舰舰军备的竞赛，立委关心各组舰舰的进度，也有太平岛战略地位敢是有提悬。虽然我们潜舰制造过程都一切还顺利，按照计划节点在走，下个月会到安龙的节点。第一，搞不好停泊潜舰都必须去考量。我跟你讲没有错，很多事要考量啊，但我们还要有考量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能力还有它条件为何。邱国正表示，推动各组舰舰并无放弃甲人买，有立委质疑讲，国军全队未发动主动攻击，敢会互共军有春秋的时间会当来部署，来发动头一战就是决战。绝不发动第一击。我们今天媒体还有国际媒体都在这边哈，身为我们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把它诠释得更清楚一点。我觉得最清楚就是中华民国绝对不起战，不引起战端。为了应对共军的威胁，国防部提出12项精进整体战略的作为，包括持续强化精细监测侦搜的手段，甲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增加用兵的弹性，甲兵力的节约。针对认知战的部分，明年会纳入基战部队的训练。邱国正认为有必要推广到学校去。记者综合报道。
气象局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因为南方云系往北移动哦，花莲县、台东县、南苏、离岛、有恒春半岛部分所在会落大水雨。宜兰甲屏东哦，除了大水雨，该特别注意单位讲透大风，有溪水会涨起来。因为大雨落几啊天咯，山区嘛要特别注意防山。今天早上累积到9点50分的雨量。 花莲、台东其实累积雨量都还是有来到150毫米，已经超过了大雨的标准。那其中呢，在花东，在这一段时间，时雨量还是有超过20毫米啊。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提醒，在东半部、恒春半岛、基隆北海岸，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局部性大雨或豪雨。部分的水汽呢，会越过中央山脉来到西半部地区，因此西半部今天天气也不稳定。 气象局表示，今仔因为南方云系往北，东部有东南部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雨是阁袂细。明仔载东半部地区有马祖部分所在嘛，阁会继续落雨。西半部地区阁偏有金门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北部卖落淡薄仔雨，过到中南部地区是会落雷公雨。 大雨落几啊天咯，花莲的农损哦是真严重。农委会副主委今仔嘛专工去花莲来关心灾情，七月甲乡经济哦上惨，水上的面积超过500公顷，损失超过1000万。这是全国种稻仔面积上大的花莲富里乡，这期的万冬稻仔有真侪拢浸伫水里，还佫有侪侪是规片规个倒去的。农民看都是人强要软落，因为这个浸水的稻仔会伫一礼拜内全部变做拍切啊。 将近3天工期，现在要估出来说不碾石、空炮弹的部分，还有发芽的部分的话，这个状况的话，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统计到实际的数字，但是我相信在大概7天到10天之后，马上就会显现。受到依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花莲总雨量已经达到884.5毫米，造成受风向前的金蕉甲番麦是倒了了。高风向的稻仔、玉里镇、副风向，这稻仔拢悄悄浸水。目前初步估计受灾面积超过500公顷，金额应该超过1000万以上。但以目前来说，实际受损的面积还会再往上增加，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稻米都还是泡在水里面哈，所以未来这个农损的面积跟金额应该还会持续再往上升。 农委会副主委透早就去花莲勘灾，要了解实际受灾情形。目前已经先发现金救助受灾的农民，嘛要求农粮署赶紧清查，敢会影响咱国内尊营的量。我们的那个公粮等等这一些都民间的储存都够，那当然就是说，最好的米就是在我们东部的那个种植的这些当然我们要再看一下到底的那个量跟那个东西是怎么样。 另外，柑仔甲木瓜这类的果子，落果嘛真严重。也若菜色亲像高丽菜、土豆，变若浸水了后就会烂去。政府呼吁受灾的农民会当先翕相，甲公所登记损失，所来嘛全面评估农田水利灌溉系统排水量敢有够来应付这个极端的气候。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8月份落大雨影响，中南部的木瓜哦损失真严重。目前木瓜的产量嘛减少真侪，市场批发的价格是起到每公斤120块，是过去同期的5倍，嘛从来唔捌这么贵哦。屏东南来乡农会是表示，今年的产量只剩1成，木瓜是创17年来上悬的价格。今日菜市啊，找几啊间水果摊，才发现只有一摊咧卖木瓜，因为受到今年8月份大雨影响。 中南部木瓜栽损严重，目前木瓜产量大幅减少。目前木瓜价格起到每公斤120块，是10多年来的天价。哦，即马一架地板无200斤。即马是拢无遐？即马拢无啊，剩安尼呢，1公斤大概120啦。啦。安尼你就知影偌贵啊。南来乡农会表示，南来木瓜种植面积大约250公顷，占全国产量大约1成。往年这个时阵是木瓜盛产期。 咱来农会原本每天会当出货2000箱的木瓜，但现在因为量少，出货量剩无到1成，只有剩200箱。这17年来无风台的情形之下，今年我拄着上好的，价上上好的情况。雨水这伊的水箱啊，啊，伊十水这的水箱，伊的产量可以说的产量差不多少了3成到5成。有果农表示，今年真侪农友拢无收成，但遵照农会辅导进行参工的管理。 至少收成补贴成本，但某各只店目前因为木瓜贵，规期先暂停来卖木瓜牛奶。农会就预估，这波木瓜的关价少，搁要维持一段时间才会渐渐回稳。记者为你报道。
来看检调这个检举台北市殡仪馆的员工长期收业者600块到2000块的现金哦。检调将发动搜索，约谈19个员工甲业者，后来是3万块到6万块交保。台北市殡葬处是表示，这个案件是因主动调查、主动通报的。一个线一个专程用手抓头咧咧，为媒体镜头。台北市殡仪馆的员工甲礼仪殡葬业者，拢总19个人，半暝叫廉政署人员陆续带入地检署复讯，询问了后，入令3万至6万块交保候团。这个是由我们这边内部主动发现、主动交查的。那就是因为循这个政风式的体系，政风的体系往上，所以到最后才是廉政署这边。所以这件事，老实说，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惊讶。检察官廉政署接到通报，大动作搜查，因为殡葬礼仪业者好亲像为了顺利推动丧葬业务，也是符合丧改需求，涉嫌真济改交600至2000块不等的现金，长期乌西一边甲二边化妆式，交给技术工人甲公务人员，甚至要求丧家爱包红包。检方专案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跟习俗有一点关系哈。但是我们是公家机关嘛，就是民众，如果你真的是要表示你的感谢，就算你给100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可以的啦。针对殡仪馆同仁收乌西钱，台北市殡葬处表示，早就预测有检调甲廉政人员所查，未来会持续配合司法调查，只要检方起诉，就会严格处分。不过，殡仪馆的员工真侪改收红包，强调会加强人员的轮调，才预防做法，降低发生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姓齐的查甫人哦，伫10月初5去台中的麻叶翠山爬山，佮伫山顶来表演舞会的特技，相片嘛传去网络顶头。因为伫山顶用火哦，已经违反森林法，保七总队嘛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昨已经抓到2个人。画面内底，这个姓齐的查甫人手举火把，嘴冒出挥发性的液体，徛伫个麻叶翠山山顶表演舞会的特技。部分的火甲挥发性的液体，还佫掉伫个山壁的，这个相片真紧就伫个 Instagram 还佫有人并且传开。主管机关当时林管处表示，伫个山内引火已经是违法。依据《森林法》第34条第1项的规定，在森林区域及森林保护区内是不得有引火行为，违反者可以处12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因为引火行为而烧毁他人之森林者，依据《森林法》第53条第3项，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麻叶翠山海拔2180公尺高，是中部地区真受欢迎爬山的所在。爬山的路途是弯弯弯弯，歹爬嘛真惊。因为山的形体是尖唔尖，袂输是麻叶的喙共款，所以号做麻叶翠山。这个相片公开了后，引起侪人的议论。这个姓齐的查甫人是赶紧伫社群媒体铺文回息的，强调讲10月初5伫翕的迄天，伊使用的燃料是燃点罐挥发性加液体。了后嘛有甲环境复原了后才离开。不过因为违法的事实明确，保七总队第5大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13暗伫彰化找到姓齐的查甫人，甲负责摄影的姓陈的查甫人。2人向警方供称，为了拍摄特别的照片，po上 IG 留念，事后相当后悔。讯问后，将陈徐2男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今年5月份，玉山才因为 NCC 专委交件中等5个人，因为用火无注意引起火烧山，拖烧12天，救灾成本是有甲亿外，才过无偌久尔，即马竟然阁有人伫山顶舞火，要来声人目引起大家注意。毋但山友之间是感觉真生气，即马也着爱面对法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提出的优惠动资券2点控，早起10点头一届抽签哦，邀请东京奥运体操银牌的选手李智凯来抽，拢总是抽出11组的号码，有50万的民众有抽到，嘛有甲国民旅游券中好的号码哦。体育署表示，一礼拜一个民众哦，只会当抽到1种哦，先抽到啥物券就算啥物，后续就算阁抽到其他的券嘛无准算咯。体育署副署长林泰宏和律师见证0到99号100粒的彩球，准备放入去抽奖箱啊。受到邀请来抽号码的东京奥运体操银牌李智凯是真期待，讲若是家己得奖，要去一房的现场看比赛。看团体球赛的人跟我们就是平常训练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大家那个氛围，我觉得我很喜欢，所以我很喜欢去现场看球赛，跟大家一起那个氛围。
当主管2.0头一摆抽签，要抽出50万份，加共有9008139个人登记。抽到的身份证尾数有97131951933817346444453985，加共有501103个人得奖。因为当主管2.0敢若会当用伫看比赛，也是做运动。现时相关业者已经推出优惠组合。把握现在中职还在进行的赛季尽量的拿我们的政府提供的各种的好康进来看比赛那当然也预告一下，因为接下来就是明年的这个职篮的赛事，那多资券都可以继续用到明年的上半季因为当主管抽到的身份证尾数97，国女冠嘛有抽到，艺放冠的98嘛同款出现伫国女冠中签的号码。若龙游冠和国女冠同款拢有3字这组身份证尾数。有民众真好奇，到底是中哪一种呢？体育署说明，每一个人每礼拜上加就是中签一届，若是有先抽到的优惠券，稍后就会互取消资格。就算讲搁再抽到，嘛袂当领。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等候，交通部观光局今仔宣布讲，要搁增加国民旅游的优惠，搁要拨11亿1000万的经费来鼓励旅行业者来推广特色旅游，补助是到明年的正月28哦。也毋过业者是认为效果真有限。的的确确是一样，是看得到不容易吃得到，因为这种方案有一点像是一鱼多吃，但是照顾了所有的一个观光人，他却忘了一件事情在我们国民旅游里面，大宗还是以量身定做为大宗，而并不是以包价式的一个包人头的去做贩售，这些所谓的企业包团根本不可能配合。观光局表示，补助是以普通时2天1名以上，拜六礼拜5日旅客人数伫15人以上的团体，也是离岛地区旅客10人以上的团体旅游，业者就会当向观光局来申请补助。一团是上侪当补助2万块，每一间旅行社上侪是会当来补助20个团体。再来看，早起有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指出经济部推出的好食券种种的问题，包括虽然有26万间的店家会当使用，也毋过有超过一半的店家家己嘛毋知影，阁有5金行汽车旅馆嘛互列做会当使用的店家哦。立委是要求经济部爱赶紧来改善。头家惊出假日无闲，准备11点开门做生意。这是一间泰式饮料店，民众会当使用台湾配消费。头家搁伫边仔写字，提醒会当使用好习惯。但一开始业者嘛是不傻傻。有客人跟我说，他有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店家可以使用，然后我一开始是跟他说没有，你可能看错了。结果后来才发现，竟然真的有，只是我们没有收到政府的通知。以这个饮料店来讲，到接受台湾配，若是把其他的所谓支付的民众是无法度伫遮使用好习惯，但并不是大家拢真清楚安怎用。好习惯10月初8实施以来，状况真多，包括店家查询的问题等等，拢引发民进党立委的批评。官网是26万家，那经济部现在公布的是10万家，事实上跟这个官网上面就有相当大的差距，有到达1半以上的。就是没有用到，没有被通知到，或者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很难想象，这个汽车旅馆也可以用，情趣商品也可以用，百货公司去购买非饮食的产品也可以用，所以这个政策就大打折扣。林亚立委要求经济部查询系统要赶紧补强，唔是餐饮业者嘛，应该要互排除，搁要有效好习惯帮咱着亚其他商，也搁有小食店家，而且政策宣导不足，嘛出现行情落差，要求经济部要赶紧修正。目前掌握我们在公布的资讯10万家次以上的，那目前系统在陆续在更新，我们会一直把它补进来。好，经济部讲会加速改进，但立委嘛提醒，小店家普遍拢欠行动支付的工具，互真侪店家拢袂当使用好习惯，恐惊会互进行食食店家的美意拍折。记者郭陈德碧台北报道。农委会推出888块的农油券，昨抽签得奖率只有2.14%。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直立反映，将对得奖率这么低嘛讲真歹势。
名额888块的龙球券，分4届2礼拜3会再来抽出来。13号第一届抽出23万695人，中奖的比例是2.14%。会再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针对中奖率低对民众讲歹势，但嘛是希望大家摕到5倍券，多多去全国的农业场合来消费。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个中奖比率真的是太低了。针对10月1号恢复200只以上饲猪场使用喷饲猪，199只以下禁止饲喷。立委区议员指出，政策宣布时间伤过赶，根本和199只以下饲猪场未符来应变。它的申请变更，你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嘛，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嘛。但是你的宣布到它这个停养，其实这个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多月而已。立委区议员问，不少人建议应该学习日本、韩国推动喷集中处理来饲猪，是不是会当互通过环保单位检核的199只以下饲猪场来使用这种处理好的喷饲猪？农委会重申支持安尼模式，但到底是民间业者来做，还是官方推动？今嘛搁在讨论当中。你是各县市政府吗？还是由农委会去设立？还是有民间的业者？它其实是可以。当然是民间业者才有效率啊。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所谓的日韩模式，就是把厨余做成饲料，你可以做成液态的，也可以做成固态的饲料。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长久之计。农会虽然各界支持喷集中处理饲猪的模式，但目前还未提出具体做法。主委陈吉仲重讲，会用上紧的时间来推动。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欧的挪威发现有人摕钱乌白单，首都奥斯陆附近的一个砖头，突然往街仔路乌白单，造成5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有一个37岁来自丹麦的嫌犯已经被抓起来了。攻击地点有封锁线，现场还有警察在戒备。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小镇控诉背击店，伫当地时间13暗时6点外，有一个查甫人伊摕弓线伫街头来发动攻击。挪威的警方接到报案了後，時速就派員警來到現場，嘛把這個嫌疑犯的制服。Som dere er kjent med, så har det vært en svært alvorlig hendelse her på Kongsberg i kveld. Og jeg kan da dessverre bekrefte at det er 5 drepte personer og 2 som er skadd. Den ene av de skadde er en politimann som oppholdt seg i butikken der dette forholdet skjedde, på sin fritid. 挪威警方煞尾閣發表聲明講，嫌疑犯是一個37歲丹麥籍的查甫人，伊住伫個控訴背擊店，嘛否認講有其他的共犯。司法部長是講，目前還閣咧調查講，這件攻擊事件是唔是甲這個恐怖主義有牽帶。Understreker at om det er terror, vet vi ikke i dag om det er et politisk motivert angrep som har skjedd. Det må politiet undersøke. Så vet vi jo at over mange land, altså i mange land, over lang tid så har jo nettopp organiserte angrep blitt avverget pga. Godt politiarbeid. 挪威會當講是一個和平的國家，不伫個2011年的時陣發生由於極端分子的攻擊事件，白人至上的主義分子暴力威脅伊在鐵衛大屠殺，造成77個人死亡的慘劇。因為挪威的警方因平常時咧執法，攏無配稱，伫個控訴背擊攻擊事件發生了後，挪威警局就下令，全國警察會當配稱來做預防措施。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講，因的團隊會個前往中國來調查病毒的源頭。專家小組嘛表示講，這有可能是最後一個找到病毒源頭的機會咯。另外 ，CNN 報道嘛指出講，中國最近準備要檢驗2019年新檢開20萬份武漢市民的血，嘛幫講會使來查出病毒的起源。新冠疫情爆發超過1年半，已經造成超過2.39億人確診，至少480萬人死亡。不過到即馬對病毒來源也是唔知影。世界衛生組織13宣布要組成新病原科學小組，再一次前往中國，展開停真久的病毒來源調查。WHO today announced the proposed members of the WHO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the Origins of Novel Pathogens, or SAGO.The 26 experts were selected from over 700 applications and were chosen for their world-class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a range of disciplines. 世卫专家小组捌伫今年1月前往中国武汉进行调查。伫3月的报告中表示，新冠病毒上可能就是密婆透过寄子感染予咱人，实验室外泄的机会无大。伫7月中，秘书长谭德赛讲，来源调查受到阻碍，督促中国应该采取更加透明、开放的做法，佮交出疫情爆发初期的原本数据资料。美中两国过去也就病毒的来源一直争论。Right now, this is our best chance, and it may be our last chance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of this virus in a collegiate, collective, and mutually responsible way. 新冠病毒起源这个争论高度政治化，世卫官员是讲，这真有可能是找出病毒起源最后的机会，了解新病原体，才会当防止未来全球大流行的发生。另外 ，CNN 报道也讲，中国准备检验一批伫2019年底采集差不多20万份武汉市民血的样本。专家认为讲，这真有可能就是新冠病毒头一遍感染予咱人的证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英国伫耶诞节进前是卖火鸡的大月，也毋过饲火鸡的农民今年是真伤脑筋因为脱欧的关系欠工真严重，若无司机通载货，嘛无人通倒包装。虽然规条内面饲真侪火鸡，但过英国的农民伫里是真烦恼。因为圣诞旺季要到啊，伊所有可能无法度出货。Slacker staff is a major factor, so we've lost obviously a huge proportion of our labour force. Basically, foreign labour, East European, how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they'v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own countries. 伫咧过去15年，伫里拢会做欧洲其他国家，请12位贵职工。赶伫咧圣诞节前几礼拜，特意包装准备运送火鸡，不过今年拢请无人。因为伫英国脱欧了后，欧盟移工入境的手续变做真复杂，互因无啥想要来英国工作。除了伫里全英国的火鸡养殖场拢拄到这种情形，有一寡农民就减少产量。Overall, if you look at it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turkeys that have been put down on the ground out of the hatcheries is slightly down on last year. So I would have to say, honestly, I can't guarantee. 火鸡协会讲，今年大部分的会员的订单拢增加5倍，不过供应量可能无够，火鸡恐惊会起价，甚至买无。毋若是火鸡，像圣诞树、玩具、猪肉，拢有同款问题。为了要解决危机，英国政府开放5500位贵职工申请3个月工作签证，不过真侪移工早就因为疫情回国，并且伫咧因的国内找到工课，要叫英国转来做短期工，机会无大。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英国人的烦恼讲耶诞节食袂到火鸡美国人是真烦恼讲买无礼物，因为伫全美国上大的货运港洛杉矶的港口踢船是踢甲真严重，至少有1/4的货搁伫船顶有真侪物件拢欠货，即马是有钱嘛买无。这是2016年12月圣诞节进前，纽约市路的人真多，大家大包小包伫咧买过节的礼物。不过今年家长可能会发现买袂到想要送囡仔的玩具。美国的疫情有较稳定，解封了，各种民生用品的需求增加，零售业者开始伫咧抢货。佮加上要抢年底购物旺季的商机，有业者6月底就开始落订单。洛杉矶港的货物进出量比疫情之前增加50%，货柜船拢塌掉。But it's like taking 10 lanes of freeway traffic and squeezing them into 5. We're still breaking records every day. The longshore clerks and foremen at the ILWU have never been on the job more. 洛杉矶港占全美国进口货物量的要加一半，这么消费需求增加，港口的落货载运的能力阁无够，袂会将货物送到国内供应商。像10月底万圣节就要到啊，不过一寡玩具商因的道具服装一个踢伫咧港口，真着急。有一间造牌游戏公司讲，因几多种等咧要上嘅游戏也签掉。We currently do have some products stuck at the port of Long Beach. Our newest game, Throw Throw Avocado, has been there for about a week. Delayed, and it took about 50 days to get it there, so it's already delayed. We also had a container of our most popular game, Exploding Kittens, stuck at the port of Long Beach for 2 weeks. 有一寡业者是做水正船来载货，避开货柜港脱港的问题，又让归去用空运。零售专家讲，在力较高的大型的零售业者，靠有才调处理运价起价延前交货困扰。
不过小型的业者就较歹过。估计目前医院调伫咧港口的货品，恐惊有2成到2成5无法度即时涨价，消费者到时可能会买无，货物额外的成本，恐惊也会增到消费者的身躯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年基本工资会起到25250块，也毋过22万的中属家庭看护移工并无受到基本工资的保障，加看护工一个月薪水只有17000块，甲基本工资是差真济哦。今仔早起就移工去行政院要求政府补贴弱势家庭，互看护工嘛会当至少有基本工资的待遇。家庭看护工无受劳基法保障，会当讲是24点钟待命照顾出来阿公阿嬷。最近基本工资审议确定明年会阁起价，全台湾22万个家属移工也是无在内。Saya sangat marah. Pertama, PRT menginginkan gaji pokok. Apakah itu serakah? Karena kami setiap hari telah bekerja keras, hanya menginginkan gaji pokok, namun dibilang benci dan serakah. Bukankah PRT ini manusia?因为这移工无了解，是安怎主张领基本工资会互中介讲伤贪？台湾移工联盟是讲，1997年法定基本工资15840块，10年拢无去了后，调升到17280块，2015年突破2万块，明年会阁调悬到25250块。若是看家务移工，伫这24年来，敢若捌调悬过一届。伫2015年为15840块调悬到17000块，所来会甲基本工资的差额达到8250，创下历史的新高。8250元的差距是非常天高地远的差距。那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来看家务移工的薪资，他只领到基本薪资的2/3，但是家务移工呢，他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没有任何劳动法令的保障，高达34%以上的家务移工长达3年没有1天的休假。移工再去前往行政院，呼吁政府补贴真正弱势家庭，让弱势雇主会当用基本工资来请移工，并支持长照法修法，将移工纳入长照人员。伫5年后，将给个别家庭聘雇，专门改由机构来聘请。调度人力，长照家庭才会当为雇主的身份回归到使用者的角色，有需求再阁提出申请，通符合照顾的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屏东有超商店员和精神病人拍着伤险失明，今仔道立委认为，这就是因为检警甲社政单位无法度马上连线，社区的安全网才有空隙。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嘛回应表示讲，已经有规划司法精神病房咯，上今年底就有1间到2间会当开始收病人。顶个月底，屏东县超商的女店员去互思觉失调者的患者攻击，引起外界关注。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质疑讲，这个案件伫6月底就捌犯一个伤害案件，10月初检警团犯开庭的时阵，伊并无到案。迄当阵检警甲社政等下部会，嘛拢无启动关怀机制，嘛无强制就医，才会互社区的安全网出现空隙。有人在叫嚣，有情绪很激动的人，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一定是打电话有警察，叫警察来。可是警察来之后，我可不可以警察的主观就判定他有适用这个精神卫生法第3条第1项的状况，我就可以请卫生局派员来。另外，民众党立委赖香玲嘛批评讲，全台湾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的人数差不多是280万人，其中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15万人。不过，专门处理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家庭访视的社区关怀访视员，简称社关员，全台湾敢若有108个人，骹手严重无够，薪水嘛低，人才根本就留袂掉。社官员薪资很低，那整个人数来看哈。现在我们统计出来，我们新口司辖下大概只有108人。在2期的一个社安网里面，我们会处理，所以这个我们将来会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聘雇地方人力的一个聘雇，那薪水也会把它提高。陈时中强调讲，精神疾病患者若无法度长期食药啊，会鼓励自控精神病长效的社童，即马嘛当伫积极规划司法精神病房，按算年底会有1间至2间开办。另外，伫强化社会安全网第2期的计划当中，卖甲社官员等的人力包括在内。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速公路局统计，109年国道通行费有一间货运公司拢总是欠85万，是上大户。这间货运公司有真侪客行的车哦，因若是一直拢无来拿钱哦，就会来查扣货运公司的货车。高速公路局统计，去年国道欠费用户排前5名拢是运输货运业，累计欠费为38万至85万。调查发现，受到疫情影响运输业的收入，也甲外行驾驶欠费了后离职，这拢是造成真大欠费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的目标很明显嘛，对不对？这么多钱，然后他公司他那个车队的名下又有好几十辆车的话，对不对？那走到那一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后续也会再来分析。针对催缴也是无够的人，高速公路局要移送机关强制执行。其实针对欠费大户，高速公路局伫107年也捌找到欠费车，有一排挂真侪台车，甚至还佫有假车牌。最后由执行署执行官查扣这个公司名下所有的车辆。高速公路局回应，为了使缴费便利性，今年8月18开始。欠费案件伫3万块以下，会当到超商缴纳，而且唔免手续费。不过欠费超过3万块，也是爱去高速公路局各分局，也是执行分署来缴纳。因应欠费大户大部拢是运输货运公司，高速公路局也伫研究，针对外行车辆，要求业者建立驾驶名单，针对驾驶来进行催缴。记者综合报道。这游戏的 YouTuber 顶特哦，伊向游戏公司买一款道具，公司讲哦，买到的几率是有10%，也毋过这 YouTuber 开200多万才买到，伊嘛计算讲哦，买到的几率根本是无够3%，伊向游戏公司提出告诉。早起就立委表示讲，为着保障消费者，会来推动修法甲立法，要求游戏公司爱提供真正的几率，交予第三方来证明。有一名网络游戏实况主顶特正伫咧做网络游戏的时阵，要制作一种道具，叫做纸布，总共开了价值新台币200多万的宝物。不过，伊取得比例差不多是2.3%，甲游戏公司所讲的10%是差真侪。后台设定是不是跟他宣称的一样？根本无从得知。毛真侪玩网络游戏的民众讲啊，嘛捌听过有一寡游戏抽奖的几率是假状况，当然嘛可能是因为手气无好，不过嘛可能是去游戏公司来骗去。这就是个人的运气问题，然后再加上一些营运方的行销手段，要花更多的钱才有办法抽到那种感觉，所以也没办法很确定是不是几率是真的。这争议嘛，引发到几名跨党派立委来关心网络游戏民众的权益，要来比较国外修法，甲公平交易法第21条，事业袂当用不实，也是讲会互人错误的方式来表达，甲商品有关，并且会来影响到交易决定的事项内底，来加入一种叫做商品的对领纪律。另外，嘛要来考虑立法限定游戏转让法。只要是用现金来买纪律性的商品，应该来公告伊的纪律，并且由第三方公正来检验。透过跨党派的委员，大家一起来推动转让法的立法，推动我们建立第三方的机制。我认为要快的话，政府要负责任，应该即刻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马上公布。即马已经有几个国家有这类的法律，像是日本的竞品标示法来防止业者用不同的方式来骗消费者消费，可以摧毁业者的不法利益。南韩公平会2018年也要来针对这抽奖不实的讲法的来罚则发行商交易的韩元。跨党派立委希望赶紧来甲这法律的烂棒报起来，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记者张志雄、王德新台北报道。愈来愈侪会当治疗武汉肺炎病毒的药啊，辉瑞药厂某一款新药啊开始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国内的台病院、高雄中嘉等真侪病院拢有参加这个计划哦。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嘛讲，已经有邀请辉瑞药厂来指挥中心做相关的报告。在发展新冠疫苗了后，即马袂少药厂嘛开始投入研发用食药啊。在灭杀冬了后，顶一日辉瑞开始针对因对抗新冠病毒用食药啊 PF073-21332展开第3期的临床试验，而且佫传出国内的台大病院、中国附医、高雄中嘉等几啊间医学中心，拢会参与这个计划。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我们在了解，请他们来报告。根据了解 ，PF073-21332会甲治疗艾滋的药啊，利托那韦合并使用，也若人体试验按算伫咧全球收
收2660个大人的受试者，其中台湾会收245个人。不过因为国内疫情有较长好，暂时是无新的确诊者。到目前为止，这几间病院拢也无收到临床的个案。这个酸辣尾呢是抑制它的代谢，所以会使得它吃下去以后，它的量会累积的比较高，因为它代谢就变慢，提高你们体内的浓度，不管在血液或者是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个药量就会变高。它主要是让你不要变重症啊，早点帮你治疗，就像克流感一样啊。它希望你吃了以后，你就可以在家休息，不用去住院，不用去住加护病房。医师表示 ，PF0732132会用伫个密切接触者预防性的用药，希望当减少社区感染，避免产生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澳洲真出名的查某游泳选手麦卡德，昨第44届成功受过英吉利海峡，伊嘛创下受过英吉利海峡上侪届的世界纪录。36岁澳洲开放主席女游泳选手麦卡德，伫即要受到法国维森特海沙堡时阵，得到镜头的手，因为知影创纪录的时阵要到啊，伊是全世界成功受过英吉利海峡上侪遍的人。I'm so thankful. I've had so much support from people across the UK and Australia to get me through this the last 12 years. I'm buzzing right now. I feel like I could go again and swim the channel tomorrow. That's not a very good idea. I had very favourable conditions, so I'm not exhausted. I really got to enjoy and soak in every minute. 这段受过英吉利海峡是人生中的第44遍。伫顶礼拜，伊身体无啥爽快，检查是心坎感染。要伫医生检查确定无大碍了，才准伊落去游。I haven't been sleeping for the last week. I've been up nights coughing, so sporadic sleeping. I've been averaging about 2.5 hours a night. So I was concerned about my energy levels today. It would have been a struggle if it was choppy today. 要受过英吉利海峡，挑战性真大，原体流的变化，国家海洋关系差有当时到2公尺。麦卡德伫咧初七，也就是无到1礼拜前，才成功受过第43抓。呢边英国开放主席的女游泳选手，互人叫做英吉利海峡女王的艾丽森·史翠特所保持的纪录。不过，迄抓伊伫咧摄氏14度的水内面受了要到11点钟，毋但是硬大，还佫提攻击，互伊体温上低，差1点就冻袂落去。经过12年，伫咧冰冷的水内面受了450点钟了后，受过44回。麦卡德讲有够啊，袂阁有第45遍，伊会去各地用家己的故事，鼓励更较侪公开主席的游泳选手勇敢挑战家己，而且伊也是坐火车加坐飞机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已经90岁演员威廉·薛特纳，伊捌伫1060年代演出成绩前8站的库克舰长，伊伫昨午坐NASA起源的太空船飞向太空，嘛创下史上年岁上大的太空人纪录。Yes. Hello, astronaut. 出门拍鬼，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亲自迎接返航的新雪帕德号的4位太空人。You have done something. I mean, whatever those other guys are doing, what isn't, I don't know about that. What you have given me is the most profound experience I can imagine. You want a little of this? Okay. 已经90岁威廉·薛特纳扮演较有名的影集《星际争霸战》内面的库克船长，伊伫咧13坐NASA起源太空船新雪帕德号顺利登上太空，伫咧德州西部107公里的天顶高速飞行。This is Earth. 经过10分钟的航行，新雪帕德号平安返回地球。薛特纳也成为史上年纪上大的太空人。And that point of view, obviously, as you're looking down at the Earth, look up in space. But you're also looking up into the future and looking down into the past. What we're looking down upon is Mother Earth, and it needs protecting. 这座太空任务的地点，德州西部的一个正水电范霍恩，人口才2000多人。地方希望影集内面的库克船长会当来现场，并且坐太空船升空，吸引太空迷甲影迷，促进当地的观光。This is a big deal for our town in terms of tourism. You know, the hotels are filling up, the restaurants are staying busy, the gas stations are staying busy, more so than usual.
媒体报道讲，有各个船长的加持，代表纳什基环会赶上布兰森的维京集团，甚至马克思的 SpaceX。不过，伫纳什基环第一批太空人，伫今年7月升空进前，产业分析师就讲，贝佐斯的平面化路线甲 SpaceX 是完全无同的方向。纳什基环挑战的目标是伫咧抛弃这种传统的航太大厂以外。提供太空总署甚至美国军方伫咧发射卫星加太空船时阵有更加侪选择。公司新闻，徐嘉玲、郑伟林、吴其昌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